别的小鼻孔，好好看。哎呀，那我们接下来几天就干嘛？接下来几天我们会去南京。没去是，这不是按你们自己挑的。哇，我都真好。哦，好好看。好的，等一下啊。我也有干嘛这样？要不用，我就直接这样办。哎。没盖。我操，疯了吧！你这个话，这样说的话，什么啊？为什么瘦子要说瘦子啊？走了走了。没有什么嘛，那我也想去。经常化的妆，现在化的。他是刚补过。哎呀，那我今天也不应该自己包，要让你给我包呀。我把它弄好，姐姐肯定会自己包的。我帮她。没有，我是让他包，只是让你以后拿成片装。对，他让。不，你给他包一下，我学习。不，我紧张。不。他头疼了。我自己每次都头疼。我也是，我每次都头疼。我每次也把这包的头痛。我说只要。对啊，我说他们是甩的。但是你这个甩法，姐姐不会搞啊？是一样的，就是上面这一个。那你来吧。对，我们是叠的整整齐齐的那种。我学习一下啊。来吧，你帮我位置看了，我不懂的这个。位置也是我上是吧？对呀对呀。我会好紧张。哎呀。两边不要太压就好，那个月亮不要太弯下来。他比我紧张。哦。意思在就好，不要紧啊。那这个我不翻的。是不是你们这还要再叠？为啥不前面叠好呢？没有，这样会更紧，就不会哭，它会。哦，不会哭，就是刚刚会拉上去。它不就不会有那个，就是它就比较直，它就比较就线条比较不会像那种歪歪扭扭的。这也是平的对吧？就正常嘛，就不要太压下去。陈老师说，陈老师来学习一下他们的。对吗？没有，他为了照顾我，好像没拉一段。拉吧，让陈老师学习一下。上了。还够了，不用给他勒紧的，他不需要。这样就好了。稍微紧一点，他要教的啦。哎，这个差不多，是吧？是吧？他不用的，他不需要这玩意儿。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陈老师？我要不要下来？我觉得你好像比我高，也是总要下来那个吧。没关系，你索性就圆到极致挺好的。很不舒服。你们稍微高是高一点吧，李玉晓。高了一点，哎呀，李玉晓平时。你要给他少一个吗？我在想，李玉晓，我们要求这样再贴一个吗？这样的话横一会，我在想这个地方，那横一贴一个吧，贴一个。